来继续来看这台停伫日本港的游轮“泉州公主号”，真侪人批评讲根本就是海上的武汉，是一个真大的疫区。台湾时间早起9点半，总算是解除隔离。日本政府予无染病的高龄者甲日本人优先入船，大约有500个人，其中有5个是台湾乘客。下晡入船了后，先安排因住伫个饭店。驻日本的代表处嘛咧努力，希望后日21号就会当用华航的包机，把所有的人接登来台湾。在船上隔离了2个礼拜，我要在下船前一天，我这个时候我才做检验。也咧等体检结果的台湾魔术师，可能是泉州公主号最后一个入船的台湾乘客。19号泉州公主号解除隔离。第一批入船的是体检阴性的500位旅客，其中有5位是台湾人。500个人呢，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，有5个人，我们在1点到2点会下来。驻日代表谢中定带领驻日代表处团队赢国旗，迎接第一批入船的台湾旅客。目前泉州公主号顶面的22位台湾人，有4个人确诊，留伫日本。未登来台湾，5个人19号下晡入船，安排住一饭店；13个人等待采检的结果了后入船。现在努力21号包机如果飞来，那只有5个人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延后包机走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有计上近21派出华航包机接回所有人，正常传出有人无愿意做伙搭包机回来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，若是有人无搭包机回来，了后入境台湾会有注记，将合行踪。目前相关单位持续进行沟通，希望所有人拢会当做伙搭包机回来台湾。